喂，老闆，想睇樓啊？哎呀，唔好意思，我而家唔喺香港，不如咁啦，我同你睇住片先啦。嗱，今日咧，我可以同你睇帝景軒6座一個低層單位，呢單位咧645尺，不過有一個170幾尺嘅花園。單位雖然600幾尺，但係裏自然喺飯廳加埋有成300尺，你話大唔大呢？花園梗係靚啦，仲可以有客廳直接出去添。另外2間房，每間有80至90尺。廚房係開放式，裏邊有個曲尺型櫥櫃，兼且有張小吧台。嗱，我今日好介紹你睇樓，一定要揾我九龍豪宅袁轉章，我電話90259690266666。好啦，老闆，睇樓見啦。